启示录第3章。而愛寫新的本實體教會嘅使者講，既有上帝7個靈和7粒神的嘅按樣講，我哋你所做嘅，我哋有人撈到你係3個，實際上你係4個，所以好想嚟，愛堅固你所存一息的盲死體嘅，因為我看出你所做嘅，在我嘅上帝面前還盲完全，所以你愛記得所聽所接受嘅教訓，確實去遵行，離開你嘅罪惡。你那還唔想，我愛像出嚟按樣忽然來到，你絕對唔會知我愛來到嘅時間。總係在實體，你哋還有啲人相互保持到親強力，兩條人砍得作白色嘅長袍同我向下行，得勝嘅人同樣也愛作白色嘅長袍。我絕對唔會對生命冊將佢嘅名出帖，在亞巴老佢嘅天使面前，我愛公開承認佢係屬我嘅。聖靈對各教會所講嘅話，有義工好聽嘅就愛聽。而愛寫信的本腓拉鐵非教會嘅使者講，佢神聖又信實掌管大衛嘅鎖匙，打開門就無人能關，關門就無人能開嘅。佢按樣講，我知你所做嘅，我知你只有一息的能力，總係你遵守我嘅教訓，無否認我嘅名。我已經在你面前開一扇門，係無人能關嘅。看啊，這條撒旦一黨嘅人，自稱猶太人，其實唔係猶太人，佢哋係騙的。我愛喊佢哋來，在你腳前跪拜，本佢哋知我想你，因為你遵守我嘅命令，忍耐到底，所以在患難臨到全世界、全人類受試煉嘅時，我愛保守你，我就會到嚟，你愛持守你所有嘅，你得勝嘅冕旒唔可本人搶走，得勝嘅人，我愛本佢做我上帝嘅升天地位嘅主嘅，佢永遠唔會離開嘅位，我愛在佢身上寫我上帝嘅名。還有我上帝嘅神嘅名，就係對天堂對我上帝嘅位降下來嘅新耶路撒冷，我也愛將我嘅新名寫在佢身上。聖靈對各教會所講嘅話，有義工好聽嘅就愛聽。而愛寫信的本羅底加教會嘅使者講，嘅名按到阿門嘅係信實可靠嘅見證者。係上帝創造嘅經驗，佢按樣講，我知你所做嘅，我知你無冷也無熱，我真希望你係冷嘅也係熱嘅，因為你像溫水按樣，無冷也無sau我愛將你對我嘅罪批出去。你講我係富足嘅，我清白，乜嘅都無欠。總係你唔知自家係樣板才高，樣板可憐，你窮苦長命又赤身露體，所以我建議對我買用火煉過嘅金美，本而上做富足，買白色嘅長袍來做，將你堅瘦嘅身體紮起來，買木藥來膏你嘅木足，本而看得到。我所寫嘅人，我就接批勸告，所以你愛熱心起來，也愛悔改。他啊，我企在門外旁門，那有人聽到我嘅聲來開門，我愛入去佢嘅位，我同佢同我共作食飯。得勝嘅人，我愛輸佢權利，在我嘅寶座上同我共下草。
就像我已经得胜，立下在牙爸的宝座上同佢向下坐一样。圣灵对各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讲好听的就愛聽。